好来，乡亲啊，过来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这个中油挖到石油了。中油经过15年的努力，第一届伫非洲的查德矿区成功开发生产第一樽的原油。12月初就会当甲95万桶的原油运转来台湾。中油讲，希望愈紧运转来愈好，因为甲台湾开采的原油运转来有非凡的意义，嘛希望会当提高台湾伫国际上的能见度。伫丰碑山中的油，这是中油伫非洲查德所设立的，派驻伫当地中油员工，经过15年的打拼，总算达到石油开采规模。希望可以取得国家的一些油气的资源哦。那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探勘成功，能够把这个油运回来，这对我们来讲，它显得意义是非凡的哈。查德奥热油田是中油头一摆以国际矿区经营者的角色进行油气的探勘。台湾中油的股权占35%，中国的海南华信嘛占35%，地主国查德政府占30%。进前听讲，海南华信破产，外界烦恼讲中油伫这个矿区主导权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是受到绝对的保障。到目前为止，海南华信它的这些应付款，它都如期的支付。中油嘛表示讲，查德奥热油田为今年2月份开始生产，目前会使一天生产5800桶的原油，中油每一天会使分2000几桶。其实本来打算10月就要运回台湾，也毋过考虑到风台等等的天气的问题，目前规划将第一樽的原油总共95万桶，伫12月初运回台湾，这嘛是台湾中油历史的新纪录。